走进课文，中国来信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我14岁生日那天，父亲对我说，除了西班牙语和英语以外，你还得再学习一种语言。父亲的朋友说，那就什么有用学什么吧，不是法语就是德语。在哥伦比亚，会说德语和法语的人不少。我父亲的朋友，差不多人人都会说这两种语言。我得选择一种世界上有很多人说，但在哥伦比亚很少有人会的语言。我选中了汉语。由于我不了解中国，也不认识会汉语的人，除了上网请求帮助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第二天，我就开始在网站上发帖子，还发了许多电子邮件。1个星期过去了，什么回信也没有。半个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回信。我学习汉语的热情渐渐地冷了。